直播甲送出去。哦，咱直接来读哈。巴达比亚城日志吼，这是巴达比亚城日志哦。1641年1642，这是补充资料啦，可能对巴达比亚城已经日志抄过来吼。1641到164297到101，长官Trudenius 伫1641年11月17号伫台湾写予总督 A. Van Diemen 的书信吼。Trudenius 伫一张写伫1642年正月初7的批信内底讲，有几个含蒋记官 Thomas Peddle 同齐来台湾会淡水的人讲。应该是对淡水来迄个人啦吼，倒即个 Thomas Peddle 即个蒋记官来吼，伫迄个春社口人吼，即毋知啥物所在啦吼，台湾即个春社吼叫口人，是伫个对淡水距离淡水1公半路程的所在吼。我直播送出去啊，但是有看到。我记迄个春社口人吼，日常有人伫个河边咧冲水黄金。口人的居民和东华的人相像，伫个颔棍和头毛里配着。算有一寡砖塔啦吼，一寡装饰品吼，砖塔。伫个颔棍甲头毛吼，一寡砖塔是拍做薄薄的黄金片所做的即个砖塔。因毋允准希腊人和西班牙人来进入因的地区。即寡淡水的人也确定讲，伫个福尔摩沙的东北边有一条河流吼。用细只帆船会当沿着该河流到迄个真侪黄金的村社吼，是金龟石。因愿意伫个4月中引带荷兰人去遐，华商百科讲，伊将会为此准备好一只帆船和桨。稍等吼。猫仔要出门了吼。华商百科讲，伊将为此准备好一只帆船甲桨。长官拍算要为着即个探险之旅吼，要前往迄个淘金的村社即个探险之旅吼，动员大队的兵力，伫个正月初10吼，正月10号对宜兰野城出发。经由东华北进军吼，伊希望讲途中还阁爱阁去处罚谋杀下设商务员威斯林的大巴69的居民，作为其他村社的警戒，也要去教训独裁的龙桥的君主。被威斯林留伫个 Supra 社学习当地语言的士兵。Adrian Waterman 伫个11月底转来到台湾，伊报告讲，苏普拉社的居民确定讲，伫个塔库里斯社的东边会当找到黄金。毋过Waterman讲，1641年8月中，有一个人对塔库里斯社来到苏普拉社，迄时有人摕一寡金箔吼，即个箔袂晓读。找一个，
薄头做薄吼，就是薄吼，或者是薄铺嘛会使吼，铺就是铺啊啦吼，技校的册吼，校铺，所以毋是即个吼，应该是金薄，或者是金箔吼，金箔薄薄的即个黄金啦吼。瓦特蒙讲啦吼，1642年8月有一个人对塔古里社含内即个 Supra 社，迄时有人摕一寡金箔互伊吼，互伊看，伊讲伊无明白即种控制。瓦特蒙伫个士兵 Aller Dudensen 的建议之下。伫个威斯林过身了后，转去比南，伫遐受到居民亲切的接待。伊要离开比南的时，因陪伊行一段路程，并且应允伊讲，如果公司要征讨大巴律救社，因将会来协助。根据住在肖朗的牧师Junius报告，伫个佛罗摩萨归信基督的人数继续增加。Junius 得到许可，肖朗设置25个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士兵的驻军。牧师甲教师所大的费用吼，悬达1万，这应该毋是哦，悬达12毫吨吼，必须爱下减吼，爱减少啦吼。同款，因日常用来鼓励人归信基督来分发的礼物，嘛必须爱下减吼，必须爱减少。Trudenius 认为公司会当对已经被征服的佛罗摩萨人来收取年贡吼，就是收税啦，用来交换接受保护。根据伊的讲法，当地原住民有够额的能力来缴纳这项年贡，因为因拥有真侪土地，因的问题是因伤贫惰，无骨力种田。但是牧师Junius反对长官的想法，伊认为佛罗摩萨人伤散赤，无法度来缴纳这种税金吼。哇，这两个看法差遮多。Trudenius 真想要用直接的威胁吼，灌输伊的属民佛罗摩萨属民吼，来敬畏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权势，要灌输因这个想法吼。伊把这种理念实践出来，要求台湾附近的国社爱交出被谋杀的荷兰人的骨骸，并且收禁或者是赶走伫遐所发现的所有的这个红衣吼，巫师啦吼，红衣。希腊人一再请求吼，允准因掠鹿啊，因为甲鹿皮甲鹿仔肉输往中国吼，输往希腊是因特别有利益的代志。因应允讲袂过去乌含钱来掠鹿仔吼，即敢若会用迄个锁啊吼，绳圈啦吼，锁啊所夹的迄个箍啊来掠鹿仔吼。长官 Trudenius 接受了因的请求，因为安尼公司嘛会当征收出口的11税。有几个个人的希腊贸易商来台湾，载运货物来交易现款，同时也运一批白色的青丝来交换护照甲其他的货物。热兰遮城的生意人因此会当阁买到8500外斤的青丝。整个来讲，台湾和希腊中间的这个贸易已经停去啊！吼，因为事先的准备，所以热兰遮城的仓库里保存有
5万两银作为有备金，以便以后还佫会当用伫个希腊市场。其他的商品并无吸引力啦吼。所以看即个日子，为什么记到2026吼？因为即马生意规拢停去啊吼。各位会记得为什么生意会停去？可能是因为进前讲无现金通买物件的关系吼。读到煞袂记吼。台湾商馆所存来的资金大部分是票据，金额是33万5千外毫吨吼。即个金额呢，抑佫会因出售货物来增加。对负债希腊人会当收回2万5千外里尔。对伫即寡负债公司毋免烦恼，因为因拢是富裕的生意人吼。对希腊载来200担的铁啦吼，每一担是2里尔半，其中的50担送去巴拉维亚作为检验品质的样品。若是讲发现讲即寡是好的铁，安尼公司就会秘密对希腊大量来进口即种铁啊。希腊生意人，收到2000到2500担无提炼的硫磺，踮伫即个岛上吼，因为因欠缺亚籽油，所以无法度通提炼。要提炼即个硫磺啊，用亚籽油啦。服务期限将伫1642年6月期满，即个上级商务员 Carol Hudson 请求允准伊辞职。队长 Johan Julius van Linga 奉调前往巴达维亚，去向高级政府报告西班牙人伫个归人的情形。为着要增强军官的阵营，将长旗官Thomas Pedo 新任做中尉，将2位较老的士兵新任做将旗官吼。现在驻军有600个人，毋过其中有150个人将伫个后一季离职解除契约。1641年，佛罗摩萨沿岸的渔业所掠到鱼无多吼，公司辅导希腊农夫证实定然啦吼，应该是一种食料，因为因欠招即项知识吼，袂晓种吼。好，过来小标题：巴达维亚城日记1641到1642 1099到111。偏好啦吼。长官 Troutenius 伫1642年正月初7写予总督 A. van Diemen 的批信。1642年5月初8，澎船桃源河吼，他悠远哦，这是变哪读 ？TAYOUAN 吼，他悠远河到巴达维亚，船顶的人带来一张数期是1642年3月16号的 Troutenius 的批。该长官伫一张批里报告讲，伊伫1642年正月11号带领353个人，其中有225个荷兰人、710个希腊人、18个 Java 人甲广南人，分坐大的领工船甲细只的领工船吼。公司的篷船顾得好，伫个2只希腊人的篷船航往龙桥甲佛罗摩萨的东岸，要去惩罚要去处罚大巴勒救社的谋杀者，并且要去继续探查金矿。这大巴勒救社甲即个威斯林抬死嘛吼，就是迄个死过去走私黄金的迄个威斯林，并且
就是要去处罚即个大巴九六社，而且大巴六九社啦吼，而且要去继续探查金矿哦，一寡人吼，就是长官带即寡兵啦吼。伫个 Traldenius 无伫的期间，由上级上务员 Carol Hassink 担任议长。军队伫龙桥湾落船的时阵，篷船古达号甲一只新仔人的篷船去搭着迄个礁礁吼，因此送失一寡食物吼。龙桥的君主虽然来欢迎即支军队，却对遮尔侪人前来表示真惊吓吼。毋是惊吓啦，即个 surprised 吼。敢会当讲戆惊正月13号吼，军队经过卡甸社吼，前往多拉斯沃社吼。咱来看一下注卡33、34，即两个社。33家庭吼，因活即个家庭社吼，而家庭社学者拢是认为讲是伫咧即马屏东县那边乡吼，但是根据楚楚本本的描写，即个家庭社伫咧龙桥湾到龙桥社之间。就是即马茶城湾到恒春中间吼，无可能是伫咧哪边乡啦吼，太可吼。34是多拉斯沃社，可能是龙桥社的别名吼，嘛有可能是龙桥支社中的一个村社吼，就是多拉斯沃。好，即支军队吼，正月13经过嘉甸社、甲多拉斯沃社，即暝伫即只露宿吼，并且取得一寡食物。正月16号出发前往佛罗摩萨东岸，夜间伫野地溪仔边，经布棚过暝吼。天光的时阵，军队就继续前进吼，沿着海岸前往卑南。伫咧正月22到卑南，接受当地人以当地的方式热烈来欢迎吼。过长工照单收取马丁·威斯林所遗留落来的物物件啦吼。迄时，因对卑南人遐知讲大巴六九人是伫咧该下属上务员啉水的时阵甲刣死，所以就决定骹手真猛咧吼，决定要随便避战，以便伫咧过长日就会当进行报复行动，命令卑南的战士出来报名作战。正月24。军队伫咧前往该特社的途中，遭遇真侪埋伏的大巴六九人，随即发生战斗。伫咧即个战斗当中，敌方死27个，真侪人受伤。公司的军队有1个人死亡，5个人受轻伤。随后啦吼，军队和因的协助者，经过真歹行的路段，前往伫咧山区的大巴六九社。伫遐虽然遭遇真猛烈的抵抗，听一下我地。
伫遐虽然遭遇真猛烈的抵抗，也是夺取该社，并且甲伊毁坏。Traianius 伫个就地发布命令讲，不允准伫个即个所在再度建造房屋来住。等到避难了后，首先收取食物，然后军队伫个正月26号出发，继续往北进军。因为往北要行到即个山金的迄到位啊，东北毋知啥物走，可能金龟石路咧摇。2月4号来到西米林吼，但是因为伫遐得袂到偌侪米，因此呢，过两日军队就搁沿着海岸继续前进。伫个横渡啦吼，横渡吼，横渡一个溪口的时阵，有一个士兵去淹死，因为伊被迄个错流去甲流走吼。当因经由即个山间的深谷的时阵，忽然拄着400个武装的战士，因来自山区里的8大村社，因的领袖邀请军队来倒因行，但是被礼貌来拒绝。经过一段时间，军队渡过一条河川了后，迄寡福尔摩沙人开始对荷兰人的暴情感觉稀奇，想要知影究竟有偌厉害，所以突然来发动袭击啦吼。忽然来攻打即个荷兰人就对了吼。步枪手发射100发枪支了后，就甲因拍走。事后有几个西米林人讲，迄寡山区的居民是计划要杀死所有的荷兰人的吼。2月初7，军官决定要即个安怎讲越过是安怎讲？搬过啦吼，要搬过即个塔卡布即个山脉吼。咱来看塔卡布是啥物山脉？35注卡35。李老或者是做李老吼，中村校志认为就是李老，李就是村里迄个李吼，流水迄个流吼，厝顶的流水迄个流，李老，汉字是安尼写吼。中村校志认为吼，伫个花莲县吉安乡华林村，中村校志上因数啊，就是伫个字是安怎内底安怎写？这是李老咧，看几部哦，歹势是35啦吼，35迄个塔卡布，迄当阵伫个台湾南部对西海岸横挖山区吼，就是搬过山区前往东南海岸上通行的道路所必经的地名吼，叫做塔卡布吼，就是你对西台湾南边吼，即嘛可能叫做南部横贯公路啦吼，我毋知影有共一位哦吼，就是讲即个塔卡布是即个南边要对西部要搬过即个山，到东部所要经过即个地名叫做塔卡布。有山脉和村社拢用即个名称。迄个所在应该是伫个即嘛屏东县内二乡和台东县太麻里中间。杨新富认为，就是塔卡布，就是简称台东直隶州啦吼，直隶州吼，直隶州行政区域的一览表啊，就是你写啥？就是讲去参考即个一览表啦吼。杨新富认为，就是塔卡布，就是迄个一览表所列出来，即个叫做读古五社，读古物，读书迄个读吼，古早迄个古五
吴就是吴七吴七啦吼，迄个吴。读古五社吼，音有小可成啦吼，读较无。读古五啊，读古牛哟，还是牛，即个毋知安怎读，应该是读五啦。好，字卡35，转来日志遮。讲2月初7，军官决定要下盘过即个塔加武山脉吼。对陆路转去台湾，因为要对遐即个盘山过岭前往所认为即个产金仔迄个所在，塔古里斯甲里老吼，显然是无可能的代志吼。因认为讲要对南平、东海岸，因即个东海岸行到台湾东北部，认为讲根本就无可能的代志吼。真正是无可能啦！迄当阵全山吼，即嘛有路，迄是即嘛有路吼，迄当阵全无路嘛，全山路，全山吼。2月初8，阮前军经由即个披萨南社前往马丹社吼。披萨南是啥物所在呢？37。披萨南根据此处文本的描述，可能是伫咧花莲县凤林镇一带吼。凤林还是凤林啊？我毋知。6月初8，阮前军经由披萨南社吼，前往马丹社，伫遐受到酋长 Rolling 的温群接待，啊，毋是讲要转台湾，敢若佫继续往北行吼。伫遐受到酋长 Rolling 的温群接待，头目对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拍败因的敌人吼，拢表现愉快，真欢喜，并且请求留2个荷兰人伫因的村舍来学习语言。暗时啊，军队继续行军前往苏拉萨。苏拉萨什么所在呢？字卡38。苏拉萨杨心富认为就是苏拉萨就是沙老社吼，沙老社啦吼，苏拉萨沙老社，老就老叶啊，迄个老沙老社，伊台东直隶州富列平埔社列伫咧水尾花莲，就是即嘛花莲县瑞乡东北吼，即个所在叫做苏拉萨，字卡38。讲即个伫咧即个披萨南社要前往马丹社的时阵，伫遐受到酋长 Rolling 的温群接待嘛吼，啊因即个军队伫咧暗时啊，着佫继续有留应该是有留2个伫咧遐学语言吼，暗时啊，着继续行军前往苏拉萨吼，为着要伫咧1642年2月12号到卑南吼，伫卑南停留2天的期间，极力鼓励居民吼来证实州啊。有5个大巴绿狗社的代表来卑南请求和公司和谈，因为因残杀老费所受到严厉的谴责，并且下令以后大巴绿狗爱伸属卑南陈述吼，伸属卑南。2月14，军队启程转去，君主 Rideout。伊的兄弟和优良家庭的20个青年陪同送行吼，
留下4个荷兰士兵伫个该村社，伫个途中所经过南部内陆所有的村社，居民拢伫迄个海惨吼，讲受到强大的龙骄君主的骚扰吼。2月19号到西岸的海边，伫个放哨仔露宿露宿，并且会当食着烧饭、猪肉甲鸡肉。过当日，因继续前进，沿着家庭社甲其他的几啊村社前往大木建社。沿途试过鼓励福尔摩沙人来种稻啊。2月23，远征军转来到吉兰亚城伫即个完全如意进行的征讨的期间，阮荷兰方面只敢丧失2个人，但是关系到福尔摩沙的黄金，并无得到搁较进一步的认捌。只敢有一个 Supra 社的一个长队铁枪，拍铁啦吼，拍铁，甲即个远征军讲，伫个几啊村社吼，迄寡人佩戴迄寡金仔吼，是由塔古里社人1年1度摕来交易路皮的。Traldenius 沿途得失的情形下结论讲，即个岛除了黄金以外，必定嘛有铜，因此伊请求巴达维亚派冶矿家伊矿家前来。长官决定要满足革命的福尔摩沙人的请求，所以呢，就派4个士兵留踮咧避难，2个留伫咧 Supra， 2个留伫咧瓦丹社来学习当地语言。伫个 Traldenius 无伫的期间，热兰亚城无贸易来往。2月14号，捌有几啊好无人地区的酋长，甲被谋杀的下设上务员 Lutens 和伊的2个同伴的骨骸，早来城堡遮交幸荷兰人。伫个愿意确实遵守下列8项条款的条件之下，伫个议长哈信甲议员面头前，因再度被接受做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甲荷兰政府的属民。这是咧讲啥？好无人啦吼。好，下列的8条件是啥？咱来看吼。等下吼，我休一下。又搁读甲爱困吼，因为听我读甲无情绪、无表情，你就知我读甲爱困吼。好，8项条件咱来看吼，即个荷兰人地区的酋长是安怎带吼？各位恁也知影吼，荷兰人已经去荷兰人拍甲规个死倒了吼，因反抗，搁再反抗，因毋知去荷兰人出兵3遍，还是可能3遍吼。每一道出兵，迄拢是真正是寸草不留吼，烧规片拢烧甲变河腐吼。好，所以这8条咱来看：第一，承认错误；第二，承诺袂搁再做不利迄个荷兰人甲荷兰人盟友的代志吼。第三，各村社不得搁创迄个谋杀的人吼，就是以后必须要将因要追捕的人交法庭。第四，无得到长官的许可，毋允准和其他的村社发动战争，就是你袂使去拍别个村社啦吼，无阮无允准你袂使做吼。第五，公司的福尔摩沙盟友对前往因村社的公司的职员，随时拢有义务来提供大的所在吼，提供大、食
含其他的协助，就是恁是我的朋友，但是所以呢，阮所派出去的人，恁都爱负责甲因按捺，第六，公司的福尔摩沙名友被公司调换，必须爱随来，爱随前来，就是你是我的朋友，所以阮若叫你来，你都爱来，第七，无允准先仔拍蜡的人伫咧因的蜡场拍蜡。所以，第七条算袂歹，意思讲以后袂派其他人去恁遐拍蜡。第八，因伫咧家己的蜡场拍蜡，嘛必须爱申请许可，而且必须爱遵守场馆所定的有关规定。这对因来讲是真正是真大的侮辱啦，不得不安尼，因为即马已经归人管啦，较早拍蜡哪着要申请啥，就是迄专因的蜡场要安怎拍就安怎拍。即个契约伫1642年2月23，伫胡无人的代表面头前，由长官 Draudenius 签订，并且规定讲，如果即寡条款当中任何一条违约2遍，安尼全社都爱负责。伫即种情况之下，每一户拢爱缴纳10束丢仔甲4张落皮，互公司作为处罚。哇！同时，每一个样长拢必须爱伫伊的村社来建造一个当用来接待公司代表旅途经由的房屋，就是爱起一间厝啦，来接待公司出差的人对啦。2月24号，卑南君主的兄弟以及要去住在 Supra 瓦旦和卑南学习当地语言的公司士兵来告示。卑南君主的兄弟和公司士兵告示，前往因伫咧东平的目的地。共迄日，商务员 John Barons-Pels 和下级大工 Simon Cornelison 也航离台湾停船处，航离开台湾的停船的所在，要去绘制，要去绘图啦，为即个福罗摩沙全岛沿岸的地图。好，这落长是咧讲啥？就是讲派一个人要去绘地图安尼尔，毋是派一个人，派商务员甲下级大工两个人。公司商管伫咧台湾的总收入，自从1642年9月到1642年5月迄寡篷船出航时为止，是25000号吨，25000外号吨。带出去的债务有25000里尔，即寡债务伫咧公司的船只航来以前还阁有可能会当还。同时，相关的票据还阁代表289000外号吨的价值，寄放伫咧仓库内底的商品，以及还阁有一寡现款。根据 Draudenius 的想法，还阁有交易通来交易糖，当来买糖。探访团队 Jacobus Vivarius 用福尔摩沙的药草合成制成汤药，送去巴达维亚检验。牧师 John Clayson Bevis 从事宗教工作，伫咧语言教学和传教方面的工作，拢有真明显的进展。伊会当成做牧师 Junius 有资格继任者、教会主持者，请求高级政府搁再派一位牧师去福尔摩沙。防务工程整个来讲状况良好，驻军总价值633人，有453个奴隶伫因当中。
好，过来小标题，等下我休一下。芭比当时出现的。你很就顾啊。安尼是啊，无注意看。好，过来小标题哈。巴达比亚城日志哈，1642到1642编号146到153。张官 Traidenis 伫1642年3月16号伫台湾写予总督 A. Van Diemen 的批。每一条批拢落长啊，读到我喙齿咁要拍干。1642年10月初5，长官和福尔摩沙议会向巴达比亚当局报告讲，牧师 Robert Junius 的宣教工作相当的成功。伫该岛的西边，四界拢有少年的福尔摩沙人定期去学校啦吼，上学吼，定期去学校学习阅读啥啦。阅读哟，含即个书写，尤其是咧学习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毋过老人的规身工作也是较困难吼。为着要推展宣教工作，福尔摩沙急需搁较侪的牧者吼。咱昨暗吼，台湾时间昨暗，则读过即个日本人伫台湾的即个教育的推展吼，相款。就是总是一开始有困难吼，但是你若看你做法，那真正是我那就迄个决心吼，甲即个毅力吼，我那实在是互人真钦佩吼。即马呢要教一寡囡仔写白话字安尼，大家就你就知影吼。老一份的偌反对吼，你看这困难度。好，继续。为什么搁来小标？编号是455到485吼，其他我就歹念啊，共款意思吼，就是迄个长官写予迄个总督的吼。Traidenis 报告讲，1642年希腊人对福尔摩沙的货物需求无多，虽然讲。应允要支付好的价值互因，但是还是无法度互希腊生意人载运搁较侪死甲肥仔来台湾。因有人讲，因为北京中央政府限制海外经济活动的古老的规定吼，互因不得不行上走私贸易之路。只有几啊船长有资金通得到军门，就是福建省的长官吼，发互因通行证。温准伊进来台湾来贸易，迄当阵无通行证的商人，若是被抓着吼，会去互官方严厉来处罚吼。譬如讲，会没收因的篷船，或者是因所在货物吼。根据Traidenis 的讲法，大家拢明白讲，军门和大官一贯对福建遐尼迫切需要的航运，拢。算目睭开过来应允吼，目睭一蕊金一蕊开啦吼。目前真正严重的问题是，根据伊的看法是希腊内战吼，即场内战所以因生意无法度通做，其实这嘛是重要原因吼。即场迄个内战吼，当伫个四国真凶猛来，你四国咧看吼。所致呢严重阻碍了商品的运输，因为运输死甲肥仔必须要经过即个福建北部地区的道路，已经危险到必须要用武力护卫才会当通行吼。毋过公司若是有能力用日本元来交易，就算讲有上述的阻碍吼，希腊海商嘛是会想办法来找来到台湾吼。Traidenis 如此认为，讲伫迄个期间，伫10月初5，航离台湾天津厝的即个公司的大船，
Tiger 号，其实毋是 Tiger 啦，TIGGER 啦，那个 Tiger 号和即个 NASA 号NASA 啦敢若装运微量的白色青丝、加炼过的溶丝和粗的关丝啦以及2000斤的茯苓、一寡姜、砂糖、冰糖甲糖豆用来代替装运灰仔糖，因为该岛就是 Formosa 岛啦大暴风雨以及2只满载着糖的篷船遭难的结果，变了真欠缺就是迄寡货变了真欠缺啦，嘛真贵不过公司对即个自年以来总算会当卖着价值254000外毫吨的黄金。为了要充分达成该殖民地的优势，日兰亚城的议会决议要甲西班牙人赶逐出街人进前有赶过一遍敢若失败长官 Traldenius 伫1642年8月17号派队长 Hendrik Harros 带领一支690人的军队，其中369个军人、222个水手，以及一寡广南人、西那人、Java 人甲奴隶去遐去淡水遐啦毋知是淡水甲鸡人我即嘛毋知伊占倒位1642年8月25号，西班牙人投降。OK， 咱看伊出征是8月17号，8月25号就投降啊走一礼拜较短一天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处置起坐伫海岸头前的小岛顶头的城堡，叫做圣三位一体叫做 Fort La Santissima Trinidad Trinidad 是三位一体Trinity 这应该是鸡人吧？头前阁有小岛嘛淡水无嘛应该是鸡人遐可能是和平岛顶头即个城堡。迄时，总督和巴达维亚的东印度议会任命间谍指挥官Johannes Lamotius 做远征军司令官前龙鸡人对，是鸡人。即寡人拄到即个日兰亚城的时阵呢，西班牙已经Harros 投降的消息，就已经传到日兰亚城Harros 是谁Harros 是进前迄个8月17号，讲8月17号派兵带兵690个人去的迄个军官佮迄个队长所以因即个远征军要拄则到日兰亚城尔就是应该是对印尼来的即寡兵拄则到台湾遐，就听讲鸡人遐就已经拢结束啊Lamotius 就是即个带兵对印尼来的Lamotius 和长官甲议会参详，决定还是要继续前往鸡人，要去征服北部的原住民，并且要去探查金矿。不过，暴风雨的天气，互迄寡远征舰队无法度航往 Formosa 的北边6月嘛8月啦风台搞风台的时阵即个大雨倾盆大雨大雨也互因无法度对陆路来行军去遐，所以就决定讲该间谍指挥官爱留踮咧日兰亚城，一直到雨季过去就是落雨的季节过去了后，留一个指挥官尔。
咱看第40个注脚吼。40个注脚是敢若一寡迄个文书的编号人格。好，咱继续来读吼。贵人的城堡乃暂时由 Harrods 留踮遐指挥。1642年9月，迄时天气已经较好啊吼，9月就差不多即嘛吼，天气就已经较好啊。Lamotius 就带领伊的军队 ，Lamotius 对印尼来吼，啊，拄则迄 Harrods 就是已经贵人遐吼。Lamotius 就带领伊的军队前往贵人甲淡水，去甲已经损坏一段时间的以前的西班牙城堡重新甲修建起来，以便来交易流亡。因嘛出去侦查淡水一带的几啊长地村社。伊完成即寡任务了后，就对陆路转来台湾吼。Lamotius 吼 ，Traianius 被调回巴达米亚吼，伊到巴达米亚以后，应该会向高级政府来建议，伫咧贵人含淡水建立公司的据点。伫迄个期间，暂时来继续固守贵人的城堡。好，再来小标题是总督府一般报告1642年12月12号。编号我就袂念啊吼，页数啥我就袂念啊。1642年11月3号，来自台湾的批信报告讲，台湾现有的即个票据，抑阁有171000号吨的价值，靠除要运往 Coromandel、Surat、波斯、东京和暹罗的商品。出入处抑阁有88万，毋是，对888000号吨吼。约伫1642年的10月初一，船长 Peter Beck 带领180个人坐快艇 Wilderness Sanford Kivet 号，就是。Wilderness 号、Sanford 号、Kivet 号和 Wakenden Boy 号吼出航，就是 Peter Beck 吼带领180人出航，要去佛罗摩萨东北边的琉球群岛，顺约对日本转来的西那人的用客船吼，即个篷船啊。Lamotius 转来到日兰迪亚城的时阵讲，因听到黄金出处的消息咯。此外嘛知影讲有一个硫黄山，伊的收益会当支付公司伫咧淡水设置据点所需要开支。为此，该战地指挥官请求祖国17人董事会派遣野矿专家来探查，野矿专家、野矿专家来探查。不过，如果有工区，公司也会当申请其他人来探查。巴达米亚送一张贵人的地图，转去祖国予公司的董事。地图顶为有对西班牙人所夺取的城堡，以及要伫咧淡水兴建的城堡的设计图。地图上嘛会当指出可能找到黄金的所在。同时也送一张船长兼土地测量师，叫做 Martin Garrett de Vries， 伊所为的佛罗摩萨全岛一览图。征服贵人的西班牙人的城堡的时阵，对敌人得到价值4万号吨的战利品。不过，总督和东印度议会真遗憾来指出，公司伫亚洲的商馆整个
来看吼，是了钱吼，红利达到61000毫吨，台湾嘛是一个了钱的所在，哦，台湾了钱的所在吼，伫即当阵吼，无种农作物足少嘛吼，一直咧鼓励人种稻啊，表示种稻啊足少吼。啊，落啊呢已经抬甲差不多啊吼，所以呢了钱。好，小标题最后一段吼，总算哇，一篇落长安尼。剩2分钟，我甲读个煞吼。总督府一般报告1642年12月12条，后壁无爱念啊吼，什么耶稣偏好啥？1642年12月12吼。另外是1642年12月23吼。拉莫提斯迄只小规模的远征军吼，佫会记拉莫提斯是对印尼来支援的吼，派兵几百人我袂记吼，去淡水遐。伫咧1642年12月对佛罗摩萨北部转来的时阵，抑佫触发迄个福尔人莅临古东罗社吼，宝岛遐吼，以及另外6个反叛的村社吼。因伫咧东罗处死谋杀下设上有员汉斯鲁滕诶希纳人甲佛罗摩萨人吼，拉莫提斯甲伊诶部下因为欠缺当地居民诶印刷吼，所以迄个所在又搁真恶行吼，所以无法度找出前往淡水诶即个捷径吼 shortcut， 而且探金诶活动嘛必须要延前到大贵才会当进行吼。拉莫提斯伫咧日兰亚城堡停留一段短期间了后，带领一支300个士兵的军队再度出发，直到伊前往南方去征服龙桥的君主。哦，读煞，这补充资料，时间嘛够吼。所以咱后一篇是1642年9月13，看起来嘛是补充资料吼。咱这加载无介长吼，咱这明仔载吼，明仔载再搁继续来读啦吼。OK， 好，无啥笔记嘛吼，安尼咱明仔载再搁继续来读吼。感谢各位，要来关房咯。好，感谢大家。